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连滚港变大雨，宜兰太平山森林游乐区的道路，这个二转一线，再去这个边坡的土石放弃，双向的车路拢断路，暂时无法度通行。园区内底游客甲员工总共228个人掉伫内底，无法度落山。啊，讲石头还阁继续咧落，所以恢复通车的时间也无法度按算。另外，花莲大高线毛大石头连落来去挡着车路，已经出动吊车甲石头吊走了。啊，讲吊走的路面有一个超大的落落的大凹凹，是好哩加载石头连落来的同时，无人甲车经过，也若无代志就大条了。放山，这个放落来石头，有诶袂输，敢若车轮啊共款遐大粒，树啊挡袂牢嘛，随断去，愈放愈大片，车路随后土石啊砍去。山壁顶的树啊嘛挡袂牢，规丛愈落来到山坎。我们是早上摊当前入园，想说搭完蹦蹦车，然后就先下山了，现在无法下山了。路袂通，为空中画面来看，山壁中这个土拢无树啊，这个土石啊直接砍住这个大路，差不多有50公尺长。宜兰太平山二转一线，今日透早发生严重的崩山，太平山嘛宣布暂停开放。受到连日的下午的强降雨，今天上午发生了就是崩落的情形。因为变大雨，路袂通，太平山游乐区目前包括游客170个人，员工58人，总共有228人，拢掉伫山顶，袂当落山。目前相关单位以单向抢通为目标。方向的道路中断，那目前园区已经紧急调派大型的机具，希望在傍晚之前可以抢通。园区会提供必要的服务，若是到尾仔游园袂当抢通食，那呢园区会先安大这游客。花莲大高线伫今日透早嘛出现一粒大石头，将两个车道占条咧。将石头刷走了后，这个点仔介路面留一坑真大坑，加在石头连落来时无人甲车通过，也若无食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讲提醒驾驶人落大雨时，较后崩山，经过路平的路段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